啊喂啊咿啊咿哟喂，是啥物人伫遮听阿勇啊咧唱歌？啊喂，One two three four，白灵丝车本机，今夜又是风雨微微，异乡的都市。做一历史，阮伫课本内底看袂着。对。白仔母嘛袂甲你讲，因为较早捌发生过奥巴马吼，白色恐怖嘛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勇台语，我是阿勇。今仔日有一个足特别的来宾，邀请到伊是我的英雄啦，伊是台语歌手足有名的。伫2013年、2017年，拢有得迄个金曲奖吼。伊是歌手啦，吼，台语歌手的歌手。所以我想讲，因为我嘛就介意听台语歌，我就想讲邀请谢明佑老师来教阮教台语歌安怎唱会较好听。谢老师你好。你好，阿勇你好，我是乌的，吼，叫我乌的，就表示喊我较熟。乌的。有人叫我黑哥，有人叫我小黑老师。叫我名较少，叫我名较少，靠我妈妈会叫我名。好，安尼乌的，那对。你头问讲台语歌要安怎唱较好听？其实你可能爱先了解台语要安怎讲，较好听。哦。因为台语有腔，其实腔就是你也要讲嘛，类似是melody 的一部分。我比如我示范一下，我喜欢就是讲。我爱你，听起来是平的对吧？毋过你甲拖长音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拉咪咪，我爱你，再佮加一寡情绪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所以你如果即个音也是念了有标准，你的腔的迄个。要关音、假音讲到足清楚的话，你的 melody 就会用抓足调的。其实我有发现过，因为我嘛有问过，就是我咧练习讲台语的时阵，我可能会问朋友讲，若是即个音甲拉较长，安怎讲？因为安尼听较清楚嘛。对。大部分的人其实是袂晓安尼讲。有的音袂使扭长，有的音袂使扭长，会使有的会使扭长，因为咱台语有一个入声韵、入声。你也用音语来解释较简单，比如讲，如果是咱讲拍落去的拍，P-A-K，毋过迄个 K 吼，你个不要发出来，莫发出来，缩音嘛，缩音拍，安尼足简单学的，有的是比如讲踢 T-A-T，踢遮，不要发出来，莫变成。我拢用这个教囡仔，无因有当时即个入声吼，甲讲袂出来。拄则来台湾的时阵嘛是咧教英语，我拢会甲学生讲，其实英语迄个尾音，你莫讲出来。所以这敢是足成英语的。总是拢共款。你嘛读过7音8调，即马其实剩7个调尔啦。第2、第6是共款的啊。但是伊当阵泉州腔啦、漳州腔。伊慢慢南，到尾即2个调变做共款的。即马留伫台湾会是腔较重的，加几个所在啦，有几个所在腔较重。宜兰。宜兰啦，比如讲鹿港。鹿港。泉州腔就足重。阮安平是泉含漳南做伙。有小可海口腔，接近厦门、金门、垦平哦。OK， 这3个所在。这3个所在。外海的所在。比如讲咱。普通讲安平人，阮爱小可有海口腔，尾爱夹起来。安平人，鹿港搁较严重，伊后壁即2个拢爱画箍啊。鹿港人，是哦，鹿港人，所以这个港应该是第6调。对。毋过伊迄其实就无分伫迄第6调内底，因为伊迄是即个所在另外一个变音啊。腔口。腔口差。腔口差足济。
所以阮咧教囡仔安怎唱台语歌是写台语歌的时阵，会为上简单的念谣开始，用念的，先念。嘿，比如讲咱咧讲过年，初1到15，伊就有念的民谣会用念，初1早，初2早，初3困甲饱。好，我来一个，你初1早，初1早，初2早，初2早，初3困甲饱。初3困甲饱。困甲饱。初4接神，初5过开，初6养肥。所以阮会用这来教囡仔过年爱安怎过。我甲完全第一届念完。OK 好。初1早，初2早，初3困甲饱，初4接神，初5过开，初6是养肥。初7七完，初8完全，初9关老爷生，敢是初9天公生，初10食食，11请囝婿，12请查某囝转来食糜配挂菜，13关老爷生，14月光，15元宵暝。总共有15天。所以这是拄则是用讲的尔，念的尔。这是念的讲，比如讲过节，佫有一种要囡仔看学即个世界，看着世界。比如学数字，1个爆米花，2个炒韭菜，3个强强滚，4个炒米粉，5个五香滚，6个6真薄的款吼。就会学数字，学即个物件，炒米粉。其实一句一句拢无关联啊。对。佫有一种是学动物的。学动物的，佫有啥物？西北雨直直落，即仔鱼要娶某。即仔鱼较会娶某咧。古代兄拍锣鼓，伊用一个结婚的形式，甲所有动物牵入来。所以其实就是咧练习家己的 melody。melody 讲话吼清楚，学数字，学看到的动物，食的物件，所以拢会使啦。拢会使，这是念谣的部分。第三，咱就开始念谣，会晓念啊，就为童谣有 melody 的。OK。有牵音，就含念的习惯无共款。比如讲嘛是要熟悉即个动物，白灵丝，车本机，车到溪仔墘，跋一刀，捡着一仙钱。伫个这内底，就互囡仔慢慢来熟悉即个世界。毋过因为用唱的较好学。所以即种白灵丝、车本机，这伫台湾各地拢有。搁火车行到伊倒阿嬷伊倒丢，哎哟崩空来，崩空的水伊倒丢丢，冬啊伊倒阿嬷伊倒丢啊伊倒滴落来，奇怪台语都无阿嬷伊倒啊。迄有的人就讲，这有的是原住民的腔。汉人他们到做伙以后，甲因的口语倒入来咱的谣内底。有影听起来足像。比如人讲阿妹伊打丢，阿妹有可能是客家话。阿妹是小姐的意思。小姐。也是妈妈，我袂记住啊。反正就是因迄边的讲法。咱讲西妹安酱，迄查某囡仔足水。拄则你唱的迄个 melody， 甲我之前伫有一摆伫垦丁，甲一个原住民的团体咧合唱。因的 melody 拢是安尼，就是安尼。有足共款的啦，所以当阵有一寡歌吼，因的民谣含阮的民谣，含汉人的民谣，含原住民的民谣，乱做伙。遐足有名，阮台湾有一个西拉雅，西拉雅族，因有一寡牵曲，比如因的牵曲可能是，阮咧内底字我就莫唱，因为因的民谣有咱袂使后袂唱。固定迄天，啥物身份较会使唱？因有咧拜祖灵嘛，因的祖灵阿入祖，有诶袂当学白唱，我用嗨诶，即个 melody 有慢慢影响着遮汉人过来引导，伊会斗做伙，怎慢慢牵出一种调做台南调。头低着竹梨仔话，低那个竹梨仔。竹梨仔。头低着竹梨仔话，遮日头啊话，遮日头。甲迄日头遮住。手牵着犁兄话，犁兄咧犁田的迄个犁兄就是牛啦。
手牵着妹兄话，行到水田头，行到即个水田咱咧种稻迄个水田的头。即个慢慢形成阮的台南调，就变做伫台南即个所在，汉人堪斯拉亚，伊的歌甲做伙会上头前遐，就台南调。慢慢台南遮人愈来愈侪，一直客到比如讲恒春，搁伫遐摊开，嘛音乐嘛伫遐摊开，就变做搁含迄边的，比如讲迄边的原住民的音乐搁小可甲做伙，汉人的戏曲入来。把变做恒春调，恒春调名唱，喂哎呀咿哟喂，是啥物人伫遮听阿勇咧唱歌？喂，伊一开始就搞一个调，做 ad-lib 有啥物看到啥物就讲啥物，唱啥物，较像 jazz。jazz blues 都有吼，所以慢慢就伫遐形成一个民谣的足重要的所在。边仔的满洲，拢边仔所有的原住民的音乐拢慢慢投入来。后来日本人的音乐搁投入来，所以台语歌伊的除了讲以外，佫有足侪物件是为别人遐来的。所以咱即摆讲的是咱讲台语，毋是闽南语。对，因为台语已经揽着足侪无共款的物件。所以阮即马咧讲，较无爱讲闽南语，较闽北要安怎？闽北要安怎讲？咱台湾嘛有闽北的语言福州话，对，安尼要安怎？所以阮即马就希望通常甲讲做咱是台语，即台语毋是台湾的语言的缩写，毋是，伊是一个专有名词，对，台语，这是一个名词。咱即马就讲甲民谣为念谣、童谣。民谣，怪就是台语歌。咱咧讲台语歌，正式讲应该1930年，有日本人来遮开唱片公司，帮咱找足侪台湾人来写台湾歌。迄敢是哥伦比亚？敢是哥伦比亚。哥伦比亚，就请台湾人来写台湾歌。较开始慢慢有一寡 melody， 含以前的民谣无啥共款。是安因为足侪遮音乐家遮台湾人是去日本学音乐。日本是毋是拄着迄当阵因迄啥？明治维新，要安讲，因着足崇拜欧洲。因为讲欧洲足厉害，所以日本足侪物件拢偏德国、法国。拢偏德国、法国，连音乐嘛是。比如讲，阮汉人也好啦也是日本以早较无三拍的歌，嘣恰恰嘣恰恰。嘛较无 jazz 的那种，日本个写佛，台湾无，即种swing 也好啦，写佛好，即种拍节奏，台湾是无的。毋过遮人去日本学音乐，甲即个物件摘来，甲古典乐的，比如讲华尔兹摘来，圆舞曲摘来，日本的演歌摘来，所以。产生一批音乐是，哎哟，听起来无像迄个汉人的，南北管无像歌仔戏，这个歌呢，佮拄好写着伊当阵台湾足侪现象，比如讲月夜树，伊就看着一寡达格兰，达格拉，咱即摆有凯达格兰大道无？凯达格兰其实是伊有一个族，台北是一个族，一个族做达格拉，安尼。凯即字是 THE 的意思，其实是达格兰族，达格拉，因的一寡 melody，像月夜树就写伫当阵日本时代，因的开设一种新的道路，或者三线路，一条路无，隔做三位。即边这是安尼汽车，中即道较宽，嘛是安尼，就是伊当阵开始有诶，中会种树安全岛种树伊歌词内底有写，夜色照在三山路，风吹微微，等待的人若袂
即种 melody 伫汉语内底无，即较古典角的感觉。所以其实台语有足侪丰富的无共的 melody 吼，有古早汉人的嘛有嘛，啊，搁有原住民的，啊，搁有日本为澳洲啦，伊到是爱演到，足侪吼。啊，甲1960年差不多，美军伫咧台湾，吼，啊，伊就设迄个美军电台，为 LA 的电台接节目过来，啊，伫咧台湾咧放送，啊，放送的时阵就美国的 blues 就入来，rock and roll 就入来，我当阵开始听猫王啊，啊，连 Beatles 去美国，我嘛有听着，就是为迄当阵开始，美国音乐开始影响着阮，阮在1960年开始有 band，阮台南有一个阳光，三峡还是三年，我袂记啊，啊，有足侪真厉害，拢有即个阳光出来，迄当阵就开始有乐队，有乐队。啊，慢慢音乐台语开始用去袂互你唱啊。国民唱就讲袂使，恁这是方言。你比如讲1点钟内底一个电台啦吼，radio吼，即个电台即个节目，爱几拍是华语，几拍是台语。毋是要几拍，一工敢会讲1点钟，24分之一。真诶一定是华语就对。拢华语。吼电视一工敢有2首台语歌，中昼播地戏，AM 歌是即2条就无啊。所以你无其他的机会用听到台语歌。啊，毋过真歹势，这是阮普通时咧讲的语言嘛。伊伫地下吼。对。under table 吼，非常的流行。对啊，这是我发现的，所以我才决定来学啊。对。Under the table 其实足侪人咧讲，啊，就爱偷偷唱，啊，对迄电影咧放电影的时阵，乐队伫中场休息 break time 吼，中场休息出来唱歌，啊，发唱片，啊，伫迄当中就宣传，啊，无就是即马，比如讲台北有无？有迄淡水河，淡水河边有一寡露台，有舞台吼，啊，伫遐唱歌，啊，网啊足高，一边听歌一边拍网啊，啊，迄当阵足侪歌手就拢会去遐唱歌，互大家听唱新歌哦，啊，卖家己的迄个唱片，啊，就卖歌谱，迄个歌吼，歌谱内底就甲歌名啊唱歌词，melody，有谱伫顶悬，啊，伫现场卖，互你倒去学，啊，真新鲜啦，啊，所以台语迄当阵并无因为国民政府安尼禁吼，台语大家也是甲当作无语咧讲，毋过伫咧公开的场合无，伊就有影响着，着咱毋敢歹势含囡仔讲台语，惊吼伊去学校读册哦，对人对袂着。对。啊，第二讲台语就是无效呢，公家机关啦，去倒位拢讲国语呢，啊，拜咱含囡仔莫讲台语好啊，怎一寡囡仔当无啥会晓讲，就是大概为1960年开始，慢慢到1990年就开始做严重啊。1980年的时阵，阮台湾有做过调查，有70%的人咧讲台语啊。我是吼，因为我家己会感觉是即几单，这甲音乐无啥物关系啊，就是即几单可能过去5单10单，你感觉台语佫较活一出来？活足济，尤其是少年仔要讲，我感觉进前包括318迄个学运吼，有小可一寡影响，变做因知影佫较济台湾的过去。原来台语是去用缀调的哦，袂当讲哦。我就足生气，伊就开始要学。我有着足侪囡仔是迄当阵开始学的。所以因是真正毋知影。毋知。足侪历史阮伫课本内底看袂着。对。爸仔母嘛袂甲你讲，因为较早发生过奥巴马吼，白色恐怖嘛。所以囡仔如果用毋捌政治、毋捌历史上好，就袂出代志。所以阮自细汉拢会阿母拢会安讲啊，囡仔人有耳无喙。阮佫会加有尻川袂放屁。所以自细汉就一个习惯，听就好。所以足侪人听台语佫听有，讲煞袂认得，因为你无机会，也是讲怎变做一种习惯。我还袂想过即句话吼，有耳无喙，影响着足侪人
无咧讲台语，但是其实是真正应该有即个影响。这真正，比如讲，阮台南不管倒位啦，拢有迄种二八啦，还是白色恐怖的受难的家庭，迄个较严，有办法就出国啊，移民，伊歹住伫遮，因为伤心嘛，哦，佫住伫遮，就会足严的哦，叫囡仔拄啊伫厝里，厝里拢莫讲台语，莫讲厝，捌安怎过，人咧讲啥拢莫甲听。哦，所以有影响。哦，比如讲一寡较严重的所在，比如讲基隆，哦，台北大稻埕遐，哦，台南市高雄，哦嘛是足严重。所以有一段时间啦，吼，无讲台语变做一种，一定爱互变做习惯，迄个感觉。阮较早讲台语伫校爱挂一个告白啊，我都捌挂过。阮说脏话爱挂告白啊，罚5箍。讲台语挂告白啊，佮罚5箍。我讲一字尔哦，我挂2块。因为迄字拄好是脏话。台语的脏话。就挂到大概1960年时阵，台语歌慢慢就开始透入一寡美国的 style。到1980年的时阵哦，伊慢慢有一寡气氛出来。阮一寡台语歌开始走入去，佮转去迄个较地方迄个足老酷的腔。我举几个例子吼，比如讲，咱捌听过叶启田，叶启田，爱拼才会赢，爱拼才会赢。一时时意志毋免怨叹，伊咧唱歌要把。干啊吼，缩较暗的，迄是咧台湾人咧讲的，有当时也有一种腔。你倒啊？吼，大声话，因为菜市啊啥，有人讲话较大声，底要扁，甲迄声顶较扁。足侪即种歌手走出来唱歌，伊用单一路。8月15日一天。哦，甲日本的演歌迄种抖音 variation， 对，这信息个，含即个腔吼底边去夹做伙，咱搁做一解迄种 fusion 的感觉啊，甲融合夹做伙的物件，就迄当阵1980年就流行过一站足大站的，这一直甲蔡俊南老师的心事啥人知，怎规个轰动起来？心事若无讲出来，有啥人会知？这台语歌到即个时阵，即种歌的 style 是上济。到1990年，美军美国的音乐到遮开始有影响，是安那呢？中经过一个国语歌民歌时期。民歌时期受美国影响上大，大部分拢 folk。folk， 毋是 rock， 民歌较少 rock， 拢是我曾向往奔腾在大海，大风起把头摇一摇，那不是 rock， 我只是一种浮云一样的游子，行囊装满了乡愁，或者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都是 folk， 一直到1990年左右，台湾解严。伫个蒋经国就任最后1年，死去迄当嘛，应该是民国76年解严，1987年解严。迄当阵就有一场唱会，这掠公歌，黑名单工作室。伊就真正是为着即个理念来做即场唱片哦，大部分拢唱台语歌。因即场唱片目的是要。出版了后，试看卖啊，国民政府是毋真正戒严？是玩真的玩假的？结果伊出无偌久吼，伊就去用禁啊，就表示迄个戒严是小可装样子的。你讲这是1987年。1987。这段代志，像陈明章老师咧讲啊，伊捌去阮辅大嘛，去阮辅大就要唱掠公歌内底，伊拄好唱着新庄街啊。辅大伫个新庄嘛，伊就一句仔唱条新庄街啊，拄仔要唱啊，吉他一弹第一个音尔哦，无电，有人去甲大楼的电切掉。
迄个时阵就是迄个气氛搁伫个，毋过因为即张唱片，非常的轰动，做者囡仔就感觉哦，较有即种台语歌啊，台语歌会晓摇滚呢，会当安那呢，就开始有一群人，包括影响着后壁的林强，向前行即条歌，台北到了啦，我迄当阵我已经伫咧台北啊，毋过听即个歌啊，迄是台北车站吼，第一档用的第一档，因就去遐拍 MV。阮第一届是看到遮大个台北车头，台北真正啥物好康诶拢伫遐。迄个 MV 对我讲足 80s 的感觉。对。阮感觉足好，就是台语佮加一个 style 出来。伊含台语足夹诶 ，rock and roll，blues， 含台语足嗨，含台语歌足嗨。对。比如讲，阮早期嘛有一寡因为日本人足喜欢 blues。所以有一寡 blues 唱伫演歌内底嘛，影响着一寡台湾。一直到1990年，台语歌就有足侪无共款的歌手走出来。民谣的，比如讲陈明章，伊就甲那卡西 blues、folk，佮以早一寡戏曲、南北管，全部夹伫伊的 folk 内底。咱头仔讲着陈明章，咱有讲着 blues， 有一寡歌因为我讲伊个汉人的歌内底是无三拍的。就是日本，阮去学日本的音乐，甲美国也好啦，欧洲的一寡习惯抓过来，所以就有即个，比如讲港都也有。今夜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，路灯青青照着水滴，因阮的美，青春男女，不知自己。要行倒位去？漂流万里，港都也有落袂离。这条歌咧写的时阵无歌词，伊的歌名做Rain's Blues。Rain's Blues， 我冇听过啊。是杨三郎先生嘛是去日本学音乐，伊就甲伊是 trumpet。是所以伊的 melody， 你也用小喇叭来分，拢足好听。所以台湾你也讲台湾的台语歌也好啦，国语歌也好，伊有啥物歌会用做代表台湾的？其实以 melody 的特性无。台湾的 melody 就是一开始除了原住民的音乐以外，就是一个融合乐。伊就是夹做伙的物件。阮是一个岛国，一个岛屿，伊本地就拢爱靠足侪外来的物件的营养。对。阮较慢慢夹做伙，然后形成咱的特色，就是台湾有一个最大的特色，叫包容。人做伙，我感觉台湾足侪文化，拢是就是要安怎讲？因为台湾你讲是岛国嘛，有足侪一定是日本，还是欧洲，还是中国，甚至是中国来的文化人做伙。但是台湾人敢是有即个惯势，讲中国来的物件是台湾的，其他拢是外国的。无一定，即马较无人安尼讲，以前可能有，即马。我感觉大家较熟悉家己的历史，就会较清楚。阮像阮袂去讲阮的姓啦、拜拜啦，即种习惯是为中国来，无毋对。毋过大家可能毋知影，中国即两字当时开始是为孔有为呢。伊当阵伊为着清朝拢去用欺负嘛，爱创造一个物件出来，中华民族，中国。无中国即个地名，敢倒位有咱知日本有中国即个地名咧？是啊，日本有一个所在叫中国咧，足细位诶，世界位啊尔。
这我毋捌听。就是中央的一个所在，因的解说是即个意思。所以咱会讲，阮台湾人以早啦吼，会讲阮为泉州过来，阮为漳州过来，无咧讲中国即个。阮无咧讲阮为大陆过来，无。有人为厦门，有人为金门，像阮安平人做侪为平湖过来。所以即摆咧讨论这拢是后壁的人，因为政治的原因，家己塞落去的。无闽南语即3字，无中国即2字，无中华民族即2字。所以我感觉即摆是安那，清楚咱家己为倒来。对世界爱做友善的，爱对世界较好的，人嘛会对咱好。确实应该是咱即摆，比如咱即摆要去找台语的习惯转来，这嘛是目的之一。咱今仔阮去国外唱歌啦，你唱国语歌啦，拢毋知你有台湾人，拢毋知。因为你有可能为中国人。是你中国人啊。也是讲马来西亚新加坡啊，北美洲讲台语 LA 啊。对。你讲台语，你讲客家话，也是讲原住民的，唱原住民的歌，外国人听来，这无啥像中国的哦。伊就开始摇啊，伊就开始问啊，原来这台湾的哦。所以像桑布伊啦、苏敏啦、林生祥啦，也是讲阮啦，唱一寡台语的民谣，去到国外，反正人会问，到尾因会知影这是台湾的音乐。我嘛就是安尼讲啊，就是愈在地就是愈国际啊。Local is global。对啊。即句嘛是阮即马定定咧讲。所以即个台语这习惯，阮会感觉啦吼。阮即马是想要用较简单的代志，互囡仔去学。比如讲唱歌是一种方法，像咱头咧教，你念的就要唱白灵诗啊。一种是安那，含一寡人合作，比如讲咱定生活会去的所在，比如讲食物件的所在，也是讲买物件的所在，百货行啊，也是文具店啊。入面咱也问头家讲，恁遮原地的习惯，敢是讲台语的？如果是，咱就下面讲看卖合作看卖讲，下摆咱甲用人客入来的时阵，咱就下面讲台语。比如讲咱莫阁讲欢迎光临啊，咱甲人讲内底坐，入来坐，外口讲出冷，迄种较早拍招呼，阮就去找一寡店，换做台语的招呼店，含你拍招呼的店。阮即摆就找了几10间咯，阮即摆慢慢要开始，已经开始咧做啊。就是入面，你若来台南有一寡店。入面伊就是嫌你讲台语，安尼真好啊！安尼囡仔就做容易讲，就是个习惯，会讲讲台语呢。咱嘛爱含人讲台语。以前比如讲，囡仔也是由阿嬷带大汉的，伊就习惯和阿嬷讲台语啊。如果阿嬷无含伊讲台语，这囡仔就袂晓讲台语啊。所以阮就为遮想着，咱爱找着一个代志，互囡仔变习惯。上尾就是想讲，你敢袂使？教就是现场教我唱一条无问题，较简单的，就白灵诗啊。白灵诗好。白灵诗，车本机，白灵诗，车本机，车到溪仔墘，车到溪仔墘。跋一倒，抾着1仙钱，捡着1仙钱。我们从头 ，1 2 3 4，白灵诗，车本机，车到溪仔墘，跋一倒。捡着1仙钱，成功，安尼敢袂使？非常好。大家观众朋友，然后感觉着爱用台语对你有帮助，请甲我斗相感谢，就是下记你伫迄边起赞电话，搁一个人哦，加收到 notifications。再会。